后来乡亲啊，你有感觉无？这个大街路顶四界拢会当看到违规的广告单啊，像这个嘉义市5礼拜就拆掉43000外张的广告单，清洁队讲，若敢搁大，除了全部拆掉，搁要甲广告面顶的电话号码甲停掉。啊，台南是有奖励哦，只要拆掉违规的广告纸4公斤，或者是拆掉纸帮、珍珠帮10公斤，安尼当换100块的礼券。这个在地乡亲是拼性命拆，1个月就拆1000公斤。这一群拢是100张，毋是准备要摕去打，大雨倒冰，拢是去外头拆倒来。四界拢会当看到违规的广告纸，小小成本做宣传，其实真正带予清洁队员真大的困扰。大赖一直吐，这店面的家有够黏的，爱清真久。相当烦人。我们湿了又湿，然后每天都在吃这个东西，真的是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。嘉义市12月要举办国际观光节，也有花海节，为了迎接游客，动员大量的人力，5礼拜以来贴43765张的广告单，贴起来那一座山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电信处分，就是停的一个方式。他只要敢贴，我们就一定把它撕掉。搁再继续打，清洁队员绝对无客气。台南市是有法有想。听这违规的广告纸4公斤，或者纸帮、珍珠帮10公斤，就100块礼券通体。1个月时间，民众总共听掉1008公斤的违规广告，送出礼券24000块。动员市民共同维护市容的清气甲整齐，效果袂歹。